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美国宣布要卖军事武器给台湾，这会是3项拢总美金10亿。中国表示强烈反对，甚至阁讲话强悍。今仔日增加4例对境外入来确诊病例，有3个人是外籍移工。另外，日本开放短期商务入境，去过了后，等来到台湾也要检疫10时间。铁路断轨事件，正代替是出面八回讲接受通报人员，是加30公分，听做是34公分。面对着中国的军事威胁，国防部提出后备战力改革方案。国防部长兼德发表示，只要总统下动军人，26万名的后备军人就会报到，佮再加上18万5千名的现役官兵，拢总大约有45万人，会当乘做头一批的国防战力。台海情势一直压悬，国防部长严德发22日去立法院做提升后备战力的报告。面对立委问讲台湾后备战力动员的状况，严德发表示，只要总统下动军令，26万外的后备军人就会报到，加上18万5千外的现役官兵，拢总有45万人，会当乘做第一时间作战的主力。这一声令下26万就报道，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军职如果18万5的话，对，这2个加起来是我们防卫作战的第一时间的总兵力。对。所以这个总兵力，这个是我们的主力嘛。所以部长，45万的动员我们没有动过，你的汉光演习没有动到45万，不可能。这个是111年，你是说还没有？是，我们现在在规划。是，所以抱着我们刚刚讲12万人，我刚刚在问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过去没有动，然后你现在要来检讨。立委建议国军应该要检查全部动员的情形，国防部考虑未来增加调训的规模。因为严德发嘛讲，军事训练的日期延长，颠倒会互战力倒退。目前也是依期无兵制，按算年底会当达成9成的目标。另外，军事训练亦训练的强度正在受到质疑。国军提出解决的方法，要甲城镇战的训练包括在内。严德发甚至认为讲，女性志愿役的军人比军事训练役的战力要更较悬。依法。士兵是要纳入，但是军官跟士官他是自己来选择，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对不对？因为法律当兵的要纳入，但法律是这样，军事官的不用纳入。我们现在正在修法，但我们现在在评估。你们在提到4个月的军事训练、教育召集训练，乃至于未来的后备编管里面，都以城镇战作为重点，作为核心，没错吧？没错。针对教调为5天至7天，延长到14天，国防部表示，这个期间会当休困2天。国军根据教调请休假的办法，受到教调的后备军人，若是违反规定，会以甲现役军人同款的方式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机伫今仔早起又搁飞来了乱啊！面对着这款的威胁，美国也宣布讲，美国再卖军事武器给台湾，而且这会是3项拢总是美金18亿的军售案。这个消息一出来，中国也表示强烈反对，甚至搁讲话强悍。台海局势不安引起美国高度关切，国务院一捆批准3笔总计18亿外美金对台军售，包括11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35粒潜艇型、巨蛙绿光飞弹6粒 F-16，信息征召结称。这次呢，也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8度宣布对台的军售。外交部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并且也感谢美国政府以具体的行动来履行《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湾的6项保证等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表达强烈反对，要求美国撤销对台军售案，甚至恐吓呛声做出必要反应。不过，美国即摆卖的先进武器，像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会当搭载射程300公里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增加国军反制范围。若是部署伫离岛金门偏湖，会当提供中国内陆的军事据点，处决 F-16战机挂载潜艇型。巨蛙绿光飞弹射程达到270公里，会当攻击中共军舰甲陆海目标 F-16，将照结称强化战机整数满足台海作战需求。假设我们未来把它前进部署的话，那当然这个我们的对就是等于深入中国大陆内陆打击的这个意图就很明显。那当然这个可能他们的反应就会比较剧烈。
专家认为，美国扩大对台军售即摆军售案有重大意义，互国军倾向化被动为主动，也毋过避免吸到中国敏感神经武器安怎部署，需要审慎评估。海军司令部2日摆定伫西南空域进行操演，攻击也拢伫咱国西南空域国防部证实，咱国国军利用雷达飞弹继续监控。有7点10分，是几台？一架。啊，一架什么飞机？无人机。针对攻击定焦台，国防部统计，到10月初7，空军出动2972架次对应攻击；到10月21，已经累计出动4596架次，短短15天增加1624架次，显示空防压力增加。国防部也指出，共军演训变成常态。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最近才发生的间谍案，着立委提出修正补强国安法，包括着若犯内乱罪间谍行为，会当甲归属权延长到归4人，袂当替中国进行政治宣传甲统战，也袂当挂中国国旗。这款的规划也受人质疑讲是妨害言论自由。两岸情势紧张的情形之下，佫爆出间谍案。2日台北地检署以军情局退伍上校张超仁涉嫌涉密互中国政治人员声押禁见，为着强化国安法，立委赵天麟提出国安法修法，增订国安法第9之1条，涉嫌犯内乱罪、间谍行为，延长追诉期14人。学习其他的国家，甲重大犯罪行为排除伫宪法80条追诉期时效以外。在其他国家确实是有比较长期限的追诉期，甚至于有些就是只是终身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去调整追诉期，我觉得这没有问题。我想，我要从事这样犯罪行为的人，肯仔细的去思考说，他要不要做这样的行为啦。另外，王定宇嘛提案禁止替中国、港澳、甲境外敌对势力做政治目的的宣传，有违反国家认同，甲配合统战的工作，上当罚10万。也佮有若是替统战宣传，伫咧公共场合挂境外敌对势力的旗仔，亲像5星旗，上当会当罚5万。不过，去用质疑讲有侵害言论自由的疑虑。但是这部法律又是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那你们是会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因应的措施？违不违宪，这个应该是大法官他来做决定。那你没有证据，当然这是他的个人的言论主张的自由。但是如果他有去中国接受指令，他的金流有特定的来源，是要交给主管机关去做调查。王定宇表示，敢有统战犯罪事实，甲收中共的资金，交予主管机关调查甲认定。也若针对违反宪法的疑虑，法务部表示，修法了后若出现争议，就交予大法官解说认定。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在今仔日增加4站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是对印尼、菲律宾、Turkey 入境的，有3个人是外籍移工。另外，日本要实行短期免检疫的商务人士入境。指挥中心也表示讲，若准去过日本的台湾民众，等来到台湾了后，也犹原爱居家检疫14天。国内新冠肺炎高新增10例境外移入病例，545例是印尼籍30多岁女性，10月14来台工作，入境时无症状，也毋过集中检疫期间出现头晕、食无啥会落、全身疲劳，就医采检才确诊。546例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去年到菲律宾工作，10月13捌出现就半身骨头会痛、淡薄仔扫、鼻无啥有的情形，也毋过无伫当地就医。10月20返来台湾时主动通知，机场采检了后才确诊。547例是印尼籍30多岁女性，10月7来台工作，入境到打无症状，14天检疫期满前采检才确诊。548例是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过去2年伫土耳其工作，10月13因为工作来台，入境时无症状，检疫期间出现流鼻水、疲劳、鼻无、食无味的情形，经过就医采检才确诊。特别注意的就是546例骨头会痛，是国内确诊个案中头一摆出现症状。敢是甲新冠病毒有关系，也有待确认。到底是不是跟这个疾病有关，还是说它是其他的疾病造成的？这很难去说明。对。此外，有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打算后个月起开放，包括台湾在内的30个国家地区的商务旅客入境3天免提出检疫的措施。地处指挥中心表示，这是日本单方面优惠措施，民众等来台湾了后，也是爱提出检疫14天。另外，咱国经济泡泡模式也在甲经济部研议中。我们也在拟一个经济泡泡，不过那个都还在研拟当中啊。嘿，那有没有限定国家？应该这个部分我们都还在这个研拟当中。
指挥中心表示，外交渔港检疫期满，采检阳性确诊个案累计有9例，全台确诊人数累计有548例，分别是456例境外势力、55例本土病例、36例敦睦南队加1例不明。确诊个案中有7人死亡，497人解除隔离，也有44个人住院隔离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铁发生铁轨路断轨事件，却无随甲铁轨路换掉，竟然经过2个半月，讲这个离的超过是44公分。台铁也通报运安会讲只有3-4公分而已。台铁今年8回讲是听唔对，甲30公分听做是3-4公分。用看地当看出铁轨路有明显的必损，毋过台铁所拖2个月，拢无来甲伊换掉。台铁成功站今年5月份发生铁轨路断去的重大疏失。其实早伫咧3月初3，台铁人员就发现这个铁轨路有裂缝，毋过却无随换掉，一直拖到5月19，必损扩大到44公分，达到铁轨路断去的程度。总算伫咧暗时6点59分，有司机发现通报，7点27分台铁封锁街道，毋过1半点钟以来，至少普悠玛技工好通过。拖延到5月19号，因为机警司机的通报，才来进行相关的换轨，不能期待上天保佑啊！好在在铁轨路断去的期间无发生并且意外，毋过台铁局干那个事件列做行车异常，就无过来向电管通报。到10月19，交通部长林佳龙开检讨会议的时阵，才发觉代志真严重。而且运安会指出，迄当阵台铁回报运安会必损干那3公分，毋过来现场勘查的时阵，才发现讲必损已经要到44公分。当时上面跟你呈报的是几公分嘛？我要确认你得到是假消息还是真消息。我们当时司机员通过那个断轨的地方，他发现异常，所以他有跟车站讲，车站派人去看。我们的同仁回来回报说，他目视觉得是30公分，但是接到电话听成3-4公分，这是误报啊！伫立法院的交委会，台湾立委就一直问问题。交通部长林佳龙伫咧答询之前，就先强调讲，台铁局长张正元应该为这件代志负责。等待2礼拜后的调查报告出来，会搁伫咧1礼拜以内完成相关的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长陈时中在今日去到新北市的大卖场，视察肉品标示示范区的情形，也针对着产地的标示敢爱统一的问题做出回应。陈时中也认为讲，爱互消费者看清楚就会使啊。清楚标示，方便选择。为着要应应明年1月7日开放有来客多班的美国猪肉，卫福部长陈时中来新北的大卖场，宣导国产猪肉标示的重要性，佮视察卖场的店家标示实在来源的状况。因为外界指期讲各店家产地标示出现无同的状况，敢是应该统一。陈时中是强调讲，若是会当互消费者看清楚就会使。是目前我们有提供一些标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标示，那厂商也可以自主的来做，那只要让我们消费者能够看得清楚就好了。业者推动用 QR code 的方式，把肉品对产地包装甲运送等等的产销履历资料全部登记，民众嘛认为讲，更会当确定买到的是国产肉品。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话，会对我们国内自产的猪肉比较有保障。其实人民心中有一把尺啦，他要吃什么猪，他选择什么，他自己会去做最适合他自己的选择。针对有关系政府自治条例规定零检出，引起敢会甲中央政策违背的问题，但是当时表示，爱看立法院审查法规命令的进程。立法院这边审查过了，我们才会有作为。如果在一定的时间之内，3个月内如果没有审查的话，那它就算是通过了。这个政策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市民朋友有很多的这个疑问很多的疑虑，所以新北市政府事实上从9月开始，我们就召开跨局处的专案小组会议非常积极在因应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若是媒体问讲，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3项军售案，敢是甲内地进口有关系？但是中讲这是国防的问题，和国防会当变好，大家拢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一项新产品，号做气炸锅，也人叫做气炸锅、拿煎锅。不过，台湾食来环境品质学会针对着市面上的气炸锅进行油烟的检测，所发现讲油烟的高度是无开排油烟机的
1500倍以上。有学者表示讲，使用气质高进前，也就是爱开抽风，才袂影响到身体。强调无加一滴油，只要将食材放入气炸锅，利用肉片本身的油脂，一支镜头轻松做好油浸料理。也毋过详细看机器的后壁，称出来烟其实就甲传统炒菜油烟同款，油烟的浓度比鼎前烟前的浓度较悬。我们炒菜并没有一个动力在里面吹油锅，没有把油锅的烟给逼出来。可是你用气炸锅，其实是把它用这种旋风的方式把它逼出来，就把它通通带出来。所以你带出来，当然那个油烟浮起来，它就被送出去，所以它的量相对来讲就不会少。虽然你用的油烟少，可它喷出来油烟可能更多。教授表示，气炸锅是利用风扇超高温热气向下面贯穿，透过空气循环，使食物呈现酥甜的口感。不过排出气体却会向顶面喷出，充满伫室内环境。就算开抽油烟机，气炸锅产生的油烟量是一般油鼎上悬达到13.15倍。另外，伫无使用抽油烟机密闭空间中放，油烟的浓度更加是启用前的1525倍，而且产生的细悬浮微粒比 PM2.5也更加细，是0.3至0.5 ppm， 较会走到气泡内底，对健康影响更加大。这些油烟悬浮微粒上面的一些重金属物质、多环芳香烃物质，它会造成上呼吸道的发炎反应，使得哮喘或气喘相关的症状更容易出现。学者表示，不少上班族伫无抽油烟机的套房使用气炸锅，恐惊影响呼吸道健康，应该建议放伫阳台还是窗仔边。若讲住伫无窗仔的套房，也应该用当冰巾放伫出风口附近的壁顶来吸油烟。不过千万唔通将出风口盖掉，以免温度过热引起火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正人是三钱要注流感疫苗，所以发生注唔对的情形。伫台北有一位民众去注着消炎的，也有一个查某婴仔注流感疫苗了后，规身躯开始一个喘，好加在送到大间医院，目前无生命危险。他说是把疫苗的钱退给我，可是我觉得我在那2天连假那么好的日子，那2天就只能躺在床上。想起去注唔着下的经过，细心的女性就感觉真生气。伊找到去一间诊所，自费来注流感疫苗，护理师却无甲伊卡任命，就甲要替别人注的消炎针注伫咧伊身上。第二届则是摕流感疫苗来注，害伊规个人拢无爽快，敲卫福部192的电话来通报。针对这件代志，诊所表示专案交予卫生单位处理。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台北市卫生局会继续了解。新北市发生查某婴仔注流感疫苗了后，出现无自觉得出的状况，好加在伫咧警方开导之下，8分钟以来顺利送去病院，好加在无代志。是没有昏倒，是意识模糊，叫他都没有反应这样子，我们就觉得不对劲，就赶快要送去那个医院啊。他不是抽搐，他是不自觉抖动，也没有持续很久，大概10分钟、20分钟左右。所以它到底是不是相关？可是后来到了医院之后，也都还不是太大，都没有什么太大，所以后来处理之后他就回家了，所以后续也没有通报，我们还会再去了解。另外，面对大家抢要注公费的流感疫苗，到底倒位也有库存通好注？卫福部处长石宗良表示，指挥中心建议要照喙炎地图网站提供民众来查，看卫生所还是社区设点倒位有疫苗通注。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湾目前仍在欠水。若准台南的詹本水库到11月水库拢无雨水，12月台南就可能要开始减少水压来限水路。水利署也趁着最近天气伫咧变，就赶紧来做人工降雨的措施。水库的工作人员日下晡透雨来放叶子，空军早起嘛派2架运输机来水库顶悬压水，执行空中净雨的作业。桃园石门水库的坝顶，今下日规工拢是小沙雨，拄好会当帮助降雨甲人工净雨。水利署嘛头一届以无人机进行空中人工净雨的试验。降雨量不足，那导致水库水位的部分呢，较往年来讲，大概减少了1亿吨左右，蓄水率大概是46.58%。那今天刚好是因为有这个封面来，所以我们就接到通知了以后呢，就在水库里面做人工整理。南部今年6月份到9月份，各水库集水区的降雨量无甲淹过6成。詹本水库加上乌山头水库，敢若2亿1千万吨，到年底秋冬暂留预计用水1亿吨。若是照常提供灌溉，水库可能会大底。詹本水库来讲，都已经这样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
民生供水也不容乐观。那可能真的不行的话，如果在10月，现在已经10月下旬，到11月再没有任何的雨水进账的话，可能到12月，搞不好就要减压供水。目前南区水资源局已经启动南水北送的计划，逐工送10万吨稳定的南部用水上北。不过，因为今年是台湾40年以来降雨量上少的一年，中央甲地方政府当地想办法来解决欠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施行停止灌溉补偿措施，不过，伫咧新店县的北部乡甲高美乡有农地无伫咧水库灌溉区的范围内面，所以因就无法度去领到补偿啊。为着要顾生活，也爱去引大坪溪的水来引田。今日发生讲，水来水公司也会去引溪水，农民要引田，煞也无够用。农民看到家己的田，真啊干那会当抽地下水来用，实在真无奈。水情告急，桃竹苗地区真侪所在已经停止引田，领中央的相关补助。不过新竹县峨眉甲北部乡丢田，因为无伫水库灌溉区内底，农民领无停灌的补偿。更较害的是，原本因引来灌溉大坪溪，要提供民生用水，说出因嘛无够野的水，通好引田。一直都把我们摒除在外，那这次是有点不公平，是因为我们为了要支援人民用水，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这边水明显不足。那政府也没有办法提供我们休耕的一个补助。半年的收成薪水都已经付诸一炬了。那现在他们因为长期水资源不够的话，有的已经在抽我们的水井的水了，在撑。如果再不下雨，再撑不住的话，这片田可能就没办法再收成了。新竹县农业处表示，北部甲峨眉乡实地种植面积大约56公顷，19号农委会主委来新竹，已经有代表农民表达意见，出来嘛会当各甲中央争取。请那个农委会审慎考量，把水情相当也一样严峻的北部跟峨眉地区纳入那个停灌的补偿的范围内。县政府随后也用正式的公函跟农委会提出这个申请目前是还没有获得农委会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答复。农民表示，大坪溪嘛是自来水公司的储水范围，现主时因是看会到用袂到，若是更领无补助，无排除采取激烈动作来表达诉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台北市政府伫今仔宣布讲，要甲新北市做伙举办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台北市长郭文德也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做伙拍片宣传。这个饮料店的店员，哪做婚姻年地，哪做重量的训练，甲运动比赛结合台湾的文化。台北市长郭文德、甲新北市长侯友宜，甲运动员做伙出现，拢是为着宣传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新北市确定争取到主办权，会头一届以联名的方式举办国际运动比赛。我化妆都不像柯文哲。没啦，你这缘投你哇！郭文德人面册嘛铺宣传片幕后的影片，内底讲2个壮年的男性，伫咧小姐是敢有缘投尔，强调台北甲新北合作比竞争较济，嘛想要互最近双北捷运环状线的问题较短好一点嘛。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日表示，这届是台北市主动邀请新北市合作，伫咧上尾争取办理的3个城市内底，双北拍败法国甲澳洲，摕到主办权。我们的防疫工作做得很好，所以总会的执行长他亲自到双北这边来做一个实地的访视。我们赛会已经定在2025年的5月17到30号。蔡炳坤表示，相关合作的模式比较世大运来进行，开幕式规划伫台北大巨蛋举办，也那闭幕典礼是伫新北市美丰运河。目前巨蛋的工期跟工进，那的确会是在明年年底会竣工。关于筹设这个壮年运动会，在工进时程上是绝对可以来得及的。世界壮年运动会是国际性多项目的体育比赛，4年举办一届。2021年的比赛是伫日本关西举行。参赛者上低的年龄要求伫25岁至35岁之间。世壮运是台北市伫2009年听奖奥运，甲2017年世大运了后，第3届承办国际运动比赛。外界解脱讲，郭文德卸任进前要拼政绩，举办世壮运，嘛要互大家会记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总统大选今日进入到上尾的决胜阶段，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伊是消息3天，专心要准备22要举行最后一场的电视辩论。前总统奥巴马21也替拜登作讲，伊也批评美国总统川分裂国家，无在调伫疫情当中保护人民。
I get that this president wants full credit for the economy he inherited and zero blame for the pandemic that he ignored. But you know what? The job doesn't work that way. So Joe's not going to screw up testing. He's not going to call scientists idiots. He's not going to host a super spreader event at the White House. 离投票日无到2礼拜，民主党内上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前总统奥巴马开始积极为前副手拜登邮票。伊头一站就选伫家己捌连赢2届，4年前却互川普淡薄仔差距反转的宾州。伊穿拿下子伫费城的户外汽车大会顶台，批评川普分裂族群国家，将北京当作真人秀，独立摕到利益的人，呼吁在中产阶级承担总统无能的后果。伊呼吁支持者票入柜，用压倒性的多数，互川普对败选无话讲。But I did hope,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that he might show some interest in taking the job seriously. But it hasn't happened. The only people truly better off than they were 4 years ago are the billionaires who got his tax cuts. Right now, as we speak, Trump won't even extend relief to the millions of families who are having trouble paying the rent or putting food on the table because of this pandemic. 总统大选投票前最后一场辩论，当地时间2日就要登场。拜登闭门3天，专心准备，由奥巴马护盘宾州，伊刷落来将转至关键的佛罗里达州。副手贺锦丽是伫北卡州做事。路透社民调显示，拜登伫这2个州拢淡薄领先。另外，川普伫北卡州的造势大会上真看轻奥巴马，讲当年伊强烈复选的希拉蕊嘛是家己手下败将。较早也补办最后一场辩论会，对家己无公平。I think the mute is very unfair, and I think it's very bad that they're not talking about foreign affairs. They're supposed to be talking about foreign affairs, and I think that the anchor is a very biased person. Her parents are very biased. 选情紧张的佛罗里达州当局当咧调查选民恐吓电子邮件，要求将票投予川普总统的案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雷克里夫表示，俄罗斯甲伊朗出地选民的资料，想要伫选情影响舆论，用来煽动社会不安，迫害人民对美国民主的信心。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强调，美国选举系统有完全安全，也已经做好外部干预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的全世界受到疫情影响，也退步真侪。世界经济论坛 WEF 进行着发表2020年就业市场展望报告。伫咧报告当中也讲到，真侪企业伫这段期间恐惊会崩盘，长期的失业人口也一定会增加。国泰航空增加裁员要6000人，和这波疫情引起的失业潮，过来增加一条纪录。Some of those companies will not be able to last through to the end of this recession, and therefore we're looking at more permanent job losses. 除了疫情，集场的自动化嘛冲击到受雇者的工作机会。WEF 的调查发现，超过4成的企业会一方面整合自动化的科技，一方面减少请的人数。按算要甲工课外包的企业嘛占41%。到2025年，受雇者的总工时会甲自动化的机械同款多。毋过，毋是所有的劳动阶级受到的冲击程度拢同款，包括低技术、低薪水的女性劳工甲少年人受到的影响上严重。It's the very same people that have had a disadvantage in the past that are also the ones that are being affected the most by the current situation. 毋过报告嘛指出，产业结构调整，意思讲某一寡工课消息的时阵，嘛会有新的工课出现。This is also the right moment for governments, for businesses, and for workers themselves to invest in their reskilling and retraining. And you're starting to see that. So there are a lot of workers that, if they're in employment, they're spending 4 times as much time on online learning than they used to. 报告内底嘛，集中伫咧职场顶悬上需要，而且上启用重视的集中技能甲心理特质，包括分析性的思考甲创新能力、主动学习甲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原创性甲领导才能、运用新科技来进行规划的能力、随机应变甲抗压性，还有推理甲故事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有3位香港的少年人正月时阵来到台湾旅游，有甲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的理事长杨月清，甲一名姓苏的媒体人见面，想袂到竟然去互偷翕，这寡相片也互刊伫咧香港的报纸顶头，也因为因所出现的活动拢是公开活动，落尾要告因妨害秘密，也是告不成。
香港大公报甲文汇报的标题讲，3个港青来台湾被会蔡总统，入境的时间是伫咧去年1月份。若是画面内底去红翕的，就是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理事长尤国清，甲一个世俗的媒体人，两个人因为去红偷翕，提告妨害秘密。台北地检署查出偷翕的是国内一间真有名的电信社，毋过落尾对11个员工是无起诉。这个判决互当事人尤国清是无法度接受。我们每个人都会在餐厅吃饭的，我们在餐厅吃饭，我们就可以随便被人偷拍，他们一张照片都没有拍，你相信吗？北检虽望批评电信社道理替中国来做代志，毋过认为讲相片拢伫咧公开场所，而且无受伊非公开活动甲妨害秘密的个性要件无符合，所以无起诉。若是这间去互点名的电信社是无愿意给说明。有相关的发言人吗？那没办法呢，因为现在他们都不在。商务征信、法律咨询、寻人查职，各方面都需要我们来做。社工除了感情，啥物拢会当办，毋过电信社向检方表示，是接受一个姓李的，家己讲是香港侨生的委托，伫台湾找电信社军总监督工程。若是这个姓李的工程冇台湾的居留证，陆委会表示，若是情节严重，无排除撤销。如果情节严重，不排除予以撤销或废止其居留许可。我们也要呼吁在台的港人自重。若是真侪公民团体早起嘛公开呼吁，中国随家伫咧今年8月份拿手占到来台湾6年的12个香港人放出来，而且停止秘密关押等等的7项诉求。极度不透明的司法程序，其实也是很多香港人的恐惧。公民团体表示，目前关押伫要满2个月，台湾的公民团体嘛要伫咧2月发起挺香港的游行，嘛呼吁台湾政府面对所有想要来台湾找找援助的香港人，拢会当建立一套庇护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长期以来，中建院的议事候选人提名，拢无甲国籍列出来，外界也质疑讲，拢无伫咧审查国籍。议事选举筹备委员会也决议讲，对34届开始候选人爱甲国籍写出来，未来当选议事的条件，身份也着爱有台湾的国籍。上中国内相关学术应有的中建议事，目前是由2年1届的议事会议选出来。不过，长期以来提名候选人的时阵，拢无甲国籍列出来。中华民国国籍学术成绩卓著者当选之，包括双重国籍者，扩大原来民意院士以前当选的院士不受影响。中建院伫最近的议事选举筹备委员会决议，为第34届议事选举开始，会伫提名表新增加国籍迄栏。也人原本定伫今年举行，算因为疫情延到明年的第33届议事选举是无受到影响。33届呢？对，因为已经进入这个提名审查程序，由于这些新定的规则不溯及既往。根据中建院的资料，目前有278个议事，不过国籍是属于各自，进前无要求议事爱提供。即卖无法度明确提供非本国籍议事的名单，以本籍所在地来看，有15个人伫中港澳地区。立委阁讲，中建院的英语名若是放去英文版的 Google 查，会变做中国科学院，希望会当讨论改名的问题。若中建院这边是回应讲，已经有先讨论，目前有无共款的意见，所以会规划焦点访谈。除了院内民意调查，也会有分组的讨论、专家咨询，做更较全面的分析。中建院伫22去立法院做业务报告，除了议事的选举、甲研究成果以外，新冠肺炎的疫苗、甲药研发的进展，同款受到大家的关心。像疫苗或是药品，民众会觉得可以比较有信心的状况。可以确定说，我们不能只单靠一种药让人体主动产生抗体，万一染病之后打进抗体。把这个外加的抗体当做一种治疗性的作用。中建院长廖俊智讲，在疫苗的方面，目前主要是替国内疫苗厂做动物的实验。若疫苗当时才会当上市，可能就要等到明年中或者是更较晚，要由厂商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正常国家促进会的立委伫9月30提出，影响国家正常化的修宪提案，到今已经超过半数，有58位的立委联署。民进党的立委陈定辉也讲，这显示正常国家务实修宪台湾优先的理念，已经有民意做基础，伫立法院也正受众人期待。不过，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却认为讲，台湾这个名号无甲金门、马祖、澎湖放在内，所以伊个人是无认同。民意优先，民意优先，凝聚共识，凝聚共识，务实修宪，务实修宪，台湾加油，台湾加油！立委陈定辉率领民进党籍的区域立委和时代力量立委大声喊口号，宣布对9月30走向国家正常化修宪工程启动到今，因已经取得58位立委的人数，显示唔但民意支持，国会也已经超过半数的立委同意，强调这份修宪的提案绝对不是外界讲的无台独。有心人士一直要戴我们的帽子说，哇，我们这个都是统独，统独。完全无涉统独，我们是符合台湾现状，把现在我们过去完全没有修、没有动的，利用这一次能够一次把它讨论清楚。李荣基教授讲的就是说，一个大人的衫穿了一个囡仔面顶，很多没办法符合台湾的这个现状。针对这项走向国家正常化修宪草案，提案的立委计共11个，拢是民进党籍。人数的立委内底，民进党籍的有42个，时代力量3个，基进党1个，无党籍的1个。国民党即阵也无人人数。国民党籍的立委陈玉珍并无认同草案内底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一部分。因为迄张写台湾，我是感觉即摆国家叫中华民国嘛，吼，啊，中华民国是包括。台湾边哦，金门马祖嘛，吼，台风金嘛啦，吼，所以迄条我无赞成，因为台湾的定义是无遐尼清楚。这个不评论，嘿，没有评论，嘿。民进党正常国家促进会表示，11月初因会邀请各界讨论安怎降低修宪的负担，保护国家资讯安全，促进国土平衡发展，也有以台湾的名义走向国际4大部分来交流。陈定辉也表示，这案即马已经正式送去议事处，进入修宪的议程，因望未来台湾会当量早走向正常化。记者民进电视台北报道。伫咧最近出现真侪高级轿车恐龙害去的情形，产险公司也怀疑讲这敢会有问题咧。检警查到到底，原来是汽车修理厂甲别人买二手的车来制作假车号骗保险金。这2年来，全台湾有11间的保险公司，47位车主受人陷害，一寡乌心钱也超过4000万。轿车像保龄球高速弄到头前的车辆，最近不少保时捷甲双 B 名车因为发生车祸，车头全弄坏。并伫媒体，不过原来部分的案件拢是假车祸。真早起，警方破获一间汽车维修厂，专门以假介绍买二手名车制造车祸假象，各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诈领保险金，谋取暴利。我们4月的侦收发现这个犯罪集团它主要的手法是以低价来收购重大事故的名车或高级的轿车。那等待那个契约生效之后呢，这个集团主嫌会指派小弟，那专责的驾驶的车手去驾驶上述这些车辆，在夜间在街头高速冲撞路边的车辆。警方基例，台北有一台型号开演的保时捷轿车，头一摆从龙安全岛申请到80多万的理赔，虽然第2摆佫发生假车祸，保险公司发觉无啥着无受理。不过第3摆车就被开入台南的渔村领到216万的理赔。警方讲，2年来全台11间的保险公司拢总做到诈领。那在撞上去的时候，这一台车，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双 B 或 Lexus 的高价车，它这样子撞的话，因为它前面的那个车子会启动那个防护的机制，它安全气囊会全爆，对它来讲是安全的。警方搜证完成了后，21家900名的警力，分几啊路逮捕涉案为首，拢总22人的犯罪集团。初步估计诈领金额超过新台币4000万，有17名无辜车主受害。除了早期罪嫌，车辆制造假车祸的时阵，司机一直弄路边的车辆，也可能对用路人造成生命威胁。警方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以身试法。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着民间单位的研究，讲青少年甲儿童一礼拜开伫网络顶头的时间平均有32点钟。不过，因对网友的安全意识、时间管理是正欠缺的，而且佫有3成以上的青少年捌碰到网络霸凌事件。我其实没有很想，这是 OK 吧？已经有讲过伊无愿意，不过相片也是去互朋友抛上网，甚至互踢笑。我住石牌捷运站附近啊。面对镜头等身材，结果连各组嘛拢互看了了。这状况拢是儿童青少年使用网络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诅咒我的全家人死掉啊，这些都很常见。你要很清楚的了解，你现在跟你未来10年、20年会有不同的看法吗？即马科技进步，儿童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做直播是真普遍。根据北师大的调查，儿童青少年有咧直播的超过9成有家己的手机啊，平均一礼拜使用的时间是32.6点钟。报告内底嘛比较最近2年的资讯，网络的重要性提悬。不过，囡仔对智慧财产权、各自甲使用时间管理的能力，拢也无够。他对于陌生网友对他的要求，为了要打赏，言听计从。好，那还有就是玩梗图的时候，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也是一个侵权的行为。日后联名调查发现，有要5成的儿童青少年捌涉入网络霸凌，其中有要2成是霸凌甲防霸凌拢有，也佫有要2成是单纯防霸凌。接看的方式有公开留话、私信批评熟悉的人，或者是算伊的时阵惹代志，也佫有讲过的话去互翕起来，佫传出去互踢笑。在键盘的后面，其实没有办法立即看到被霸凌者的反应，所以往往低估那样的影响，跟师长跟家长反应的比例真的是偏低。注意孩子的一些情绪行为有没有不同的表现。教育部指出，今年修正校园霸凌防治准则，而且甲网络霸凌的形态入法，未来通报的案件可能会提升。不过，教育部嘛会重视相关的防治甲应用。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真好的条件，通好发展观光。市政府表示，北园的观光资源真丰富，而且坐过设立的标准，未来也积极争取一个国家风景区。大面积原生的ヒノキ、美丽的水墙、野波洞、2种文化园区，还有大溪老城区等等。北行公路沿线自然甲人文的资源是真丰富、真多元，还有部落的文化。不过，因为不是国家级的风景区，干那靠地方政府的力量，真好全面来整合，嘛真好有向国际来宣传的机会。因为小时候是爸爸会带我们去，但是长大之后就觉得，比较少跑那个山路比较不好走的地方。北横真的是很漂亮，一定要纳入为国家的风景区域，曝光度更大这样子。我觉得很好啊，就是乐观其成。它的风景是算蛮美的。只是说，如果就是配套，就是像交通可以克服安全性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大力发展。桃园市政府表示，新冠疫情爆发进前，桃园机场一年收的机场税，也就是旅客服务费，差不多有100亿，一半用来建设机场，另外一半摕来做观光的发展基金。虽然机场伫咧桃园，不过桃园并无设立国家级的风景区，对桃园来讲是看有食无，对因观光发展嘛无公平。北横国家风景区，根据我们的评鉴它的评鉴分数可以达到621分，那只要达到560分就可以成立国家风景区。桃园市府表示，6都内底敢若有桃园无国家公园，嘛无国家风景区。不过北行的观光资源真丰富，超过设立国家风景区的标准，会积极来争取。目前建议划设的范围是5万公顷，包括大溪石门、东港山小屋内、拉拉山、明池车兰，还有大雅部落等等的观光系统。按算2023年会当设立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林的理论乡有一大自然步道，风景是真水。不过，雪河小花山水乡这款食物全部包掉咧。四番地社区的乡亲也出动200人做伙来挂草，来守护这片风景。这天，地帽啊挂秋龙，做伙出动要来去二轮的自然步道，青都小花万德兰，每一个志工的脚手拢真美丽。树啊拖死啊！嘿啊，这幼的才袂阁拖啊！嘿啊，咱的步道才会清气啊！除曼泽兰，因为这会拖去你面顶树啊死。小花万德兰这种外来种，咧宣传生炭真紧，话甲四界拢是影响树仔的生长，破坏生态。
要拄这款食物，即天有撇步。是我咧撇步啦，找伊个头，尽量找伊个头。刚扭电较无效，你找伊个头坐就死，就呢较无要紧。你敢若扭迄个电头扭无对有无？伊会搁活起来。特别2摆之间，就伫二轮啊这片保安林内底无因的割草，这个所在伫落水溪的南边，这片树林会当防止风飞雪危害，保护残垣厝地。直到社区志工来割小花万德兰，出动真济台农用的车辆，就是准备要大量来禁毒再造。今天呢，已经把我们保安林内的所有曼泽兰已经几乎全部都清除掉了，然后让我们所有的这个树木都可以见到阳光，可以让我们的树木长得更健全。这片四环地保安林，也是二轮的自然步道，内底有丰富的生态，是一条在地人共同出来来守护、用心保守的必备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西港的港东社区，因将因在地上界有德的西港挂香特色的金丝灯，摕来架社区的时代，有的人也想起做囡仔时阵的记忆。看到这群妈妈跳甲真认真，摕着狮头对着音乐伫咧人西，原来因就是台南西港港东社区的金丝灯。西港咧挂香的时阵呢，咱即只金丝拢是开路先锋，爱咱去带导，因较有法度开始。有景设景吼，那咱因为地方的特色嘛，所以阮咧上即个课的时阵，阮就甲即个金丝即个部分列入来，互咱的士大人来熟悉咱的本土、咱的特色。天下第一香的西港挂香是真出名的，西港香的金丝灯就是对乌德拿公主宫发源的，是西港香上介早的丝灯，当地人也该号做西祖。这只头大面树风，下海阁是活动的红面狮头，是金丝灯的古董。咱迄个大狮，咱是用咱古早的方法，做一顶一顶鼓起来的，咱传统的制作的方法。透过在地文化结合，甲正人发挥的创意，唔那互时代想起囡仔时代所看到的金丝灯，也用亲身参与人西，唔那骹手阁较活灵，也甲在地精神扣合共心。记者综合报道。乡村的民谣故事，即摆也会当用现代剧场方式来演出。台南人剧团加车港青年创作体共同制作一出半岛风声小放伴，去年一推出就真受正人欢迎。伫10月20日要刷来到台北演出，要互民众感受到来自南台湾的乡村歌调。出民谣为团刘中清3代同齐演唱，表现出民谣伫乡村的传承和使命力。因是来自乡村的艺师，嘛是半岛风声小放伴演员。台南人剧团和香港青年创作体受屏东县区委托，共同制作一出民谣戏剧。剧团开摆1档的时间，伫乡村收集资料，记录过去民谣甲当地生活关联，用新世代创作者的角度，和民间歌谣透过剧场艺术的手法呈现。我们其实，在恒春半岛这边，所有的老老少少应该都能够朗朗上口。朗朗上口，苏啊香啊 key， 对不对？这个连我都会了，这样子哈。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在地性的一个非常那个用戏故的那，然后就把它传唱他生活的日常。半岛风声小放伴10月20日要伫台北花圃公园免费公演，户外嘛有大画面的转播，好无一张票的民众嘛会当做伙欣赏。透过这个艺术节，去集结了艺术家、设计师、学校、社区，还有在地的 NPO， 大家一起传唱这个屏东的这个在地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屏东这个在地艺文的能量。自2018年扩大办理的半岛歌谣节，今年的系列活动7月9日伫台北出台。主办单位除了将屏东的民谣表演刷来台北，嘛要邀请大家去乡村半岛感受落山风的歌声。阿嬷，咱的做伙唱互世界听。记者杨淑晴、夏桂林台北报道。
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学会总干事张志宏，规工拢伫咧校园教学生台语。伊讲，嘉义虽然伫南部，不过会晓讲台语的时势是哪来得少，而且传统的教育方式无法度互囡仔爱讲台语，伊也改变想法，用开讲的方式来教台语。你有听，你会晓家己回答来讲。老师替国小2年囡仔上台语课，课文拄好讲到豆仔，老师就互囡仔自由发挥，讲出因熟悉对一种的豆仔。绿色，咱台语是讲青色无问题，吼但是安怎？但是你伫遮绿豆比较习惯讲的就是像志荣讲的绿豆，志荣，这敢是老师甲你教？阿嬷教的嘛，吼对无吼？囡仔会当等于因兜，甲因兜的指导人讲台语。安尼咧有比较就会较紧。总干事表示，嘉义是南部县市，应当台语的环境会较好，但是因为是大伫厝内拢讲华语较济，学校搁安怎教，囡仔嘛无练习讲的机会。母语的教育就会变做亲像英语同款，欠缺讲的环境。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其实拢讲台语，但是伊和囡仔讲话自然会要用国语，因为小朋友可能来到学校，伊会感觉用国语咧讲较顺。家里大概都在跟你讲什么样的语言？在说国语。在教国语。对。那像这样说练习台语的机会？只能在学校学。除了国小的学生，总干事嘛有甲国中替学生上课，也毋过因为是社团的课程，为着吸引着学生的兴趣，上课的过程就亲像你讲笑亏。新娘要嫁，新娘要出嫁，头西行。伊的答案就是叫做啥物？不是假身，或者叫做假身。学台语会当家中的人讲话。要学更较侪袂晓的物件。所以讲，你感觉你有学着吗？有。你包括一寡佚佗物啊，咱嘛听过用安尼甲讲啊。所以囡仔伊的接触多了后，伊对这个产生兴趣了后，伊就继续要甲你听落的迄个理由。因为家己各中学校拢无语言的课程，所以学校拢有成立社团，希望会用提供学生学习母语。大部分的学校都以社团的形式去做推广，让我们学校的学生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之下，在社团的时候每周去做母语的教学活动。我感觉咱的母语吼，咱本身咱台湾人的母语拢是歹，嘿，所以这个课我感觉会用加下较侪囡仔来学习的。母语文化教育学会表示，目前台语的教学拢有伫推广，但是学习的环境袂应只有伫学校内底，内容嘛无应该是强调课本的课文，应该爱建立讲的环境，互母语会使用较自然的方式传互时势。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9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7度到25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的时间咱再会。